哈哈，忘记开麦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基里的网络好厝边。为啥要刷一排问号？先跟大家小姐们，主播还好吗？还好，我只是有点紧张的时候，或是过劳的时候就会肚子痛，请不要太在意。一套安满环境，还有阿聪阿姐安满环境，还有社畜1号安满环境，还有阿雅安满环境。还有大家我袂记得大家名，还有 GM 安满环境，还有三处风甲阿双安满环境。环境恁来，今天来干嘛？今天来爬山。对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个爬山游戏，然后就叫我多休息。我也想啊，但是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宠粉主播，所以想开的台太多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虽然这礼拜也是有开比较少，但是对，总之我们今天要来爬山，肚子痛的传统回来了，谢谢，不需要这种传统不过既然今天有月台，是不是该说一下那个经典台词？没错，大便，不要啦，不要把我的台变成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今天就是要来，今天不是开台打电动算休息吧？我觉得开台打电动算一种休息，应该是没有争议。对，拜托要一定要什么大便吗？你们是怎样啊？你们的口味越来越奇怪嘞。好，反正我们今天要来爬山，对，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我也不知道开场要讲什么。对，那总之呢，我们4个等一下就会一起，我其实不太确定这游戏的目标，应该是要爬到山顶，对吧？然后什么争议大了？什么东西？什么爬山也要争议大吗？爬山也要争议大吗？真的假的？还是大便争议很大？讲大便也有好争议的，是不是？推成火蛇的当然是正常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还好我也推成火蛇。对，好，然后奇怪，然后嘞，对，你是说开台不算休息哦？开台不算休息吗？我觉得开不同性质的台有时候感觉不一样啊。对，有时候那个有时候开台就比较轻松、比较愉快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像是在玩，可以啦。对我来说已经有玩到了。然后我今天是完全的新手，所以我其实还蛮怕等一下会跟不上大家的，我很怕跟不上今天联动的伙伴。那我们等一下 we will see 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到底跟不跟得上了。那如果跟不上的话，可以笑我没关系哦。好啦，我们也差不多要集合，准备一起出发爬山了。那我要去找他们。好。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有这个 passport， 我们在机场大厅对吧？来看他们在干嘛。对然后因为今天是那个就是联动玩游戏，所以大家的留言我可能没办法每一条都回到，还请大家见谅啊。现在就开始笑，真假的太早了吧？笑小声一点。Hello， Hello。你准备好？火车居然没关啊？没事。你刚刚一直都开着麦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只是那个有新手的自觉，比较早来集合而已。なるほど。没错。然后还得修，我跟 Emily 在偷约会你们偷约会啊？我们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偷约会。没错。是，那我应该也要跟尼贝尔偷约会吗？可以啊。他没有说逻辑。这个逻辑是，哇，这就是我想看的啊！对啊，对，你们在那个电梯里面他出去了，还叫人还要把人家塞到电梯里。他为什么要逃离我呢？ Hello， 大家晚安。Emily， 你觉得他们会发现我们吗？我觉得不会。我们今天是要玩躲猫猫，我以为是要爬山呢。我们今天是在大厅玩好玩游戏。好像很好玩的，就是要拍贴拍2个小时。对，刚刚好像有说有这一趴，对不对？拍完就可以回家。耶，不爬山了。有啊，已经在爬啦，我们就爬这个就好了。火蛇，我跟你讲，刚刚超好笑。那个，因为你内麦没关，所以我那个
所以我就听到你自我介绍，我就完蛋了，然后我就看一下我的 PC，耳机明明就是关的啊，然后就应该是内麦没关，所以我现在把你的内麦拉到0%。哦，所以还好我没哇，有那我是乱讲话真的听不。到内麦。天哪，是要乱讲话什么？没有啊，就好诶，好诶。大家我们还是不免俗的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集合到拍贴机这里，好，我要偷拿着饼棒，哈哈，先拿到了。太好了，那叫做饼帮哦。这名字好可饼爱哦。我们来，哎呦，我们来自我介绍，我们照着 DC 的顺序，Emily 先好了。好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安安，晚上安。我是那个，其实很早一阵子就买 Pick，但是就是我一直在等朋友来邀我玩，所以现在我终于玩到了的大姐头一说数1v1的安安，好诶，耶玩到了玩，到了。但其实自己一个人爬也蛮好玩的啦。这是最好没错，的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爬的哦。可是看到大家都在揪爬山，就觉得我也想要跟大家一起爬，我不要自己爬。好诶，好，大家换我，我是拿着饼包，我是紫色的这一只，在哭的这一只。大家好，我是月台，今天找了好鹏鹏一起来爬山。然后我是一只对，我是一只3岁的狗，大家安安。嗨，好诶，嗨，好诶，换阿尼。大家好，我是陆米乐奇人创剧团团长尼贝尔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你变得老会玩这个游戏了。才没有，才没有，超讲的好像上次那个那个高峰会得第1名一样。最会爬山的，你变得是我认识里面最会爬山的人之一。哦，没有，我是会突然就爬山，突然就爬山。对，我上次就是好像摩西996在开台吧，然后他就说怎样，然后我就说要不要一起爬山？他说啊你先爬，你跟我讲一下第2关是什么的，然后我就直接去爬了。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开始爬。对，我就开始爬到第2关这样。笑死了。好恐怖皮壳中毒。然后再来是火蛇。哦。但趾高气昂哎，你的表情。我好像本人也就差不多长这样，所以我很抱歉。对，然后自我介绍，我是会记列榜楼喝醋冰我平常开台讲台语比较多，但今天应该是没有这一趴，你们要有也可以哦。可以呀。那你讲了我就会听不懂。对啊，那我主今麦开始，我听得懂大便的台语。哦，好。赛。糟把。对，月台学了很多。糟把是什么？糟把。糟把就是落赛。哎，对。OK 哦。他现在是不讲落赛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不讲落赛就好？因为这较好听。讲落赛伤歹听。好诶。好诶。那我们就来这场没玩过的人是火蛇跟Emily 是吗？对，没错。我大家等，请火蛇不要自己跑掉哦，记得要抓一个人，最好抓尼贝尔。好，太好了。为什么不是抓你？因为你也是会自己跑掉的类型啊。对，我会从第一个往前一直跑。然后你要记得跟火蛇那个组队，不然你们那个一个冲太快，一个没在冲。干嘛凑 CP 啊？我直接黏着他就好。哇，不是我讲的哦。偷约会。好。你以为我邀这个联动是为了什么呢？真的假的？啊？好诶，我们来玩吧，大家。我们开始爬就对了。我们就用顶峰吧，我们已经不是菜鸟了。真的吗？好。他们刚刚已经玩过一次了。来了。为什么完蛋了？感觉顶峰。我们绝对没问题的。我们要说全。一定没问题。爬太慢的话会被毒死哦。你们一定没问题。我们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大家这个奶白金是那个你喝下去会有几秒钟会是无敌星星的状态，但谨慎使用。已经有人躺下了。
是我吗火蛇好像常常倒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是不是我 loading 比较久啊？哇，尼贝尔已经在爬树了，真的太快了吧！你没有在帮大家拿椰子吃，哦，椰子谢谢摔开来就可以吃了他。爬树怎么那么厉害、啊？然后，怎么爬树啊？我来背好了，那个比较重。哦我来背好了，好，这个比较负重一点。好暖啊！把它按 Q 放在地板上就好。OK。然后这个，因为它会背包包会占那个重量格。啊，然后这边还有火，所以大家可以有东西，其实可以去这个火拿来烤一下，好，好，你就可以加额外体力条。那个不能吃，这不能吃。那个这是什么？神奇海螺海螺不能吃，海螺不能吃。啊，不是有螺肉吗？没有，没有这没有，这那 Emily 那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行吃。我是小朋友，什么都要吃。就是寄居蟹的壳，它已经换那家了。那个不能吃，那不能吃。有人说我在公费吃 CP，哪有？没有。这个顶多这顶多只能算拉嚷了。没有，他没有给我钱，你要给我钱。对啊，没有公费啊，只有吃 CP 而已啊。大家东西可以塞我包包里哦，好就是还有一个，这样比较不会占空，大家不会占重量。塞椰子，好，好，没错，可以啊，椰子好像蛮重的。那吃掉好了。你现在饿了吗？你已经饿了吗？唯二，唯二那我们现在也你可以是唯二。哇，那个那我们就为什么尼贝尔现在就在玩照明棒啊？这关不会用到啊。哦，也是啦，好吧。大家慢慢走哦，好小心不要在地板上踩到大便哦。哇，怎么还有大便呢？好，大便，狗大便，狗大便，不是我哦。不要针对狗啊！对啊，是你打的就是你。我们总共有4座山，大家觉得我们今天可以爬到多远？有事做吗？半座吧。怎么就是做你看最后一个算火山，算火山跟火山口。啊？其他人呢？我觉得能够啊越过我有等一下就已经哈哈。大家都还在，来报数1号、对，2 2号、3号、0号。 OK，假的。我们是这样的团体吗？哎，你们怎么爬得上去？为什么？这样子吗？哦不，你按那个左键，你知道为什么他刚刚爬不上去了？他不会往哦上，你是蚂蚁，你只有我是蚂蚁你只有我2D。只有2D，我没有办法3D 化，我太穷了。难怪你刚才爬不上来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爬。对，原来是这个椰子要砸开来才有办法吃。然后要打开来哦。对，你按随便丢 Q，然后然后对，就会集气变像你 Apex。可以集气一点，虽然它跑到地板上了。可以那个对，哦，小心不要摔倒哦。然后 Shift 可以冲刺，好，然后空白点跳。一直跑步所以比较快乐。哇，你飞得好远哦，你是忍者哎。一直跑步，你体力条就会归零。哦，呀，不会比较快饿。也会吧。好，但说不定会比较快乐。难怪我饿了。我觉得不会。快乐要自己找啊。你快乐吗？还好，很快乐。 70还好。怎么这么远了？拖一下。大家我们都还在吗？看一下啊，哇，这是什么旅行我看到火蛇了。随时看一下 Emily 去捡那个。 Emily 在后面，那尼贝尔在哪？你贝尔也在哦，尼贝尔在那。前面 OK，看山上就会找到好他。耶，OK，继续。可以。好的那在遥远的另一端。穿山越岭的还是翻山越岭啊？我是边上面啊！差点上不来。哦，上来了。吃苹果啊。我在偷吃半个椰子。好多苹果。为什么这里不行？我怎么中毒了？地上有大便。这边有个箱子，我把这带走。有人受伤了，记得跟我讲。为什么我中毒了？啊，我怎么中毒了？火蛇在这对， ，Emily 在这，那尼贝尔呢？
你贝尔在我知道你在后面啊！他在山坡上，哎呦，来，我抓住我准备好抓你了，抓你，抓住你了，谢谢。抓你。抓你球。抓你已经过啊，即摆是马年啊，要袂，有你还袂过。哎有， Thank you。很好，我们走这里。需要治疗。我这里那里有个好果子，我啊，你受伤了吗？你很受伤吗？对啊，你觉得？你很受伤，感觉是在霸凌他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。啊，你很受伤哦，哦，是哦。为什么你的口气就受伤了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你的口气有办法这么霸凌啊？我应该向你学习，好像走这边上去也可以。这里，这样我才能霸凌。从这边上来。好爽朗的笑声。对啊，没错。先霸凌再爽朗，超月台恐怖的。欺骗我的感情，我刚刚就在那边。等我一下。哎，有人叫我吗？你好，很高兴。火车在哪？哦，火车在这。对，来觊觎你的背包。看到那个哦，Emma 在这好对的。刺刺的小心，从这边上去吗？这边，这里我要换滑鼠上来才点出来这个。原本没拿着滑鼠吗？不是我的这一只滑鼠中间没办法点。好哦，对你之前也是这样。对，我要换滑鼠。我现在手上有2只滑鼠，一只静音滑鼠，一只那个毒物升起了，太快了！我们在缩圈的，在缩圈的，小心。走这边，我觉得走这边好像比较快。走，从这里走，哦，这边上去。哇， Emily 还在吗？Emily，在另一边。我在啊，我我去在找啊。他。好。哎，我在。啊不！从那边好，那你是不是可以？哦不上去。好，没事。你觉得完还好？吗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好，我觉得我离你们越来越远了。火车还在吗？我还在下面，火车我还在下面。好，火车要上来，火车要上来，我看到你了。火车你从那边可以，好，那里可以。火蛇的眼泪。是蛮像的啦。有歇后语吗？不是有一部叫《火神的眼泪》是吧？我在这，我知道。救命！啊，看到了。哎，有上来了。火车上来了。上得来吗？上得来吗？可以，我人生还有月台，希望你。是？OK，都在上面。好，太好了，你从另外一边走。没错。好， And 从哪里呢 ？And then，是吊桥那里吗？这里。我们要从这边绕到这里来吗？可是到这里来之后，就好像从这边上不去。你就觉得我对滑下去啊，。好。我上次偷完的时候，就是在这边就卡关了。感觉每次都是去找吊桥而已。我觉得还是吊桥在骗我们。有吊桥的地方才有往上的感觉。可是这边这一块太那个了，这边这一块太爬不到，然后从这里到另外一边其实也蛮远的。哪一块爬不到？就是我上次就是从这里走到这里来之后，好像就上不太去。还是从这里有办法突破吗？找一下路。怎么办？月台有人说跟我联动的时候你这么正经，很不特别，什么意思啊？很不什么大便什么意思啊？特别是什么？我现在是每五句话里面要掺杂一句大便。什么？他们之前发生什么事？我们的联动很好。大便课堂。对。你们之前联动了什么？火蛇来我的台教我各式各样大便的用法。Emily 还好吗？我受伤了。你受伤了啊？哦，月台会你受伤了？你在哪？你掉下去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在。等一下，我爬过去找你们。好，我有绷带哦。我就是上次到这里来之后就卡关了，因为这边爬不上去，直接往上走爬不上去。往下走呢，下面有吊桥。哦，吊桥，然后之后往这里吗？
往这里，嗯，那试试我刚看。好是那样爬上去。那就哎，hello，小， I 真的要 know。小心哦。下来的话，哦，怎么那里是可以爬的哦？有对呀点哈危险就是了。是有人滑下去了。等一下，我听到哀嚎声了，这样可以过来，这样可以过来。可是，可是你们爬到那边要到吊桥要小心，不要掉下去。我刚看到有人掉下去了，怎么办？然后吊桥一次只能走一个人，要小心哦。我现在非常的恐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嗯，再来是怎么走啊？救命！我受伤的太严重了。我一定要拿绷带回去救他。还是可能有你掉到哪里拿去了？救他没有，我在他刚吊桥的下吊桥这面边吊桥下面但，是他吊桥现在下面。哦，我看到你了，对，你怎么了？如果上不来的话，你可能就是我们再复活你。好过分，是委婉的叫人家去死哎！忘记背包。如果上不来的话，如果上不来的话，看你上不上得来。还是我去拿绷带下去啊？可是绷带应该，如果要下去，应该得到急救箱的程度才有办法，哦，绷带治不了他。应该不够哎、哟，你现在几公分啊？那个受伤的程度拿尺出来量， ，Emily，然后真的差不多5公分，一半。对啊一。半哦。哎呀，超过一半了，我又掉下来。哦，哦，哇，至少有一个人上去。没事，我去死，我去死。不要，先不要死，我不准你死。那那个那个吗？召唤我吗？不是因为现在我在想，这样他在下尼面还有他的比尔尼比尔还用处活着？吗？我还活着。你还活着？哦，完了，我完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哦不！因为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危险。那个哦，等一下，我得装死一下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行啊！哇，我死透了！哎呦，哇，我也死掉了欸。哎，哎，应该是我我先死的。们都跌下去了。这游戏真恐怖。是？谁先？我觉得是我。我啊？好吧，那我放弃了。哎，重直接死来掉。我真的觉得这个第一关的很难呢。我觉得今天第一关超难的。我们已经跌到最下面了，跌到最下去了。我看到了，然后你们旁边还有一个箱子。嗯，哦，哇，因为刚才那边上不来，以那个，除非有拿到岩钉或是其他东西。如果是到那个吊桥那里的话，真的假的？我刚刚有枪。啊！好运！哇，毒物来了。哇，毒物来了。我们今天有办法突破第一个山吗？可以啦，才刚开始啊，不要放弃啊！我们才爬30几公尺而已，好惨。这个游戏比我想的还要再难的一点呢。这游戏是不是？我们一定可以的，大家。好，可以的。哦，干，我走到反方向了。大家都通关了，是那我们就把它弄难一点吧，这样感觉他们就哇，大家都很会玩这个游戏耶，那我们就变得很难吧？啊，不行！哎呦，直接启程啊！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。就是哇，我们醒来了，进来了。我再睡一下，再睡一下。你还在睡？对你再睡，你再睡。地板凉凉的，不大错。炮，哎，这个炮
我都觉得这个炮很难用哎。它不是就是为了要玩第一关的 bug 的吗？对啊，就直接飞到直升机上，对，你可以从这里直接飞到最后一关。飞到直升，对，飞到最后一关。你要要拿椰子背饼帮哦。带着啊。大炮这个我觉得有点太重鸡了。了，就是有点难用，就是它的飞的角度很难抓，就是了。嗯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要分开行动哈，我们都哎呦，我们要好好绑在一起。好沉重的爱。你背包满了？没错，你说谁很重？满了吗？没有，是问句。看要不要把那大炮给丢掉。哎妈嘞！我放东西，给我放东西。我在前 Emily 面，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哦，有放了吗？放了。走，出发吧！不要不问，要问了路在哪。啊，好团结。走喽！这就是童子军吗我？们是那个我们要帮自己想个小队名。好，还有队呼。小队名是什么？对，我们要想名字。快乐爬山小队。你说的都对。好烂哦！不就是要这种很烂的才对吗？不是要谐音吗？不是什么你说的都对。我们要一人出一个字之类的。啊，说我走不了路，等一下。啊，可以啦，白痴哦。有红翠梅，红翠梅。我们几个人有什么共同谐音梗吗？美我们几个人的共通点是什么？好难想的一个共通点哦。越美，我你你被火被火。被火。咦，这有箱子，我去拿一下。急救箱，OK。哦，好火耳，大家哦，耳火，悦耳。还是先两组想。你先想你跟火蛇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Why？你们想干嘛？我就是出个意见呢。没有啊，就是一个想法而已。 OK，一次想4个人太难了。哦，差点就被看出来了。什么东西？看出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看破你的看破。 Emily， 拉我一把！右键，拉！没关系。来不及了。那会爆炸吗？能按右键拉住我。好，对，没错，谢谢。耶！我拿着它吗？又在玩，不会换你在玩哦。我们刚刚都是走这边嘛，我们刚刚都是走这边嘛，要不要走另外一边试试看？左边吗？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。右边。好，试试看。左边吗？我们刚算左边吗？我们刚刚在左边啊。是哦。你说火耳的美丽乐坛，等一下，听起来是有点那个。火耳的美丽，很感觉有人根本就是完整的出现在这个名字里面。我感觉我这个名字等一下，受益良多我这个名字。Emily 找到吊桥，这边要走那个从这里。可是有些时候吊桥会骗人。哦，干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也可以叫火车已经到月台。哦，火车已到月台。哦，火车不是只有火跟月台吗？对啊。我呢？美呢？我爱呢？哇，不是，太美了。那尼贝尔呢？我不在没关系。火车已到月台，没有。没有上去。
哎，小心，我们不要，等一下，桥在摇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太肥了，我太肥了，我成火蛇哦，成火蛇哦，都你没了，事，吊桥这种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的，真的我在欸，你们上面哦，我在你们上面。它早晚就会垮的。你在哪？对啊，他在哪？你怎么又在爆冲了？没有，我被吃到了。哦，你怎么在偷爆冲？哦，你在这里，大家走这边过来，然后从这边绕，毒物升起了，太快了，大雾散去。等下火蛇还在吗？火蛇，快了，火蛇你在哪我在下面，让我喘口气，好，爬不动了，折的眼泪。没关系，慢慢休息一下。你需要有人接你吗？应该是不用了，只是我可以，有人我可以可以拉你一，把我可以。拉你一把，你去看星星，好浪漫哦，对啊，好浪漫，越来越浪漫了。我怎么上去啊？爬就对了。哦，我果然有些看一下包包事情有被塞什么，就是你，然后嘞，靠努力就可以了。怎么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我的包包里，然后没有任何吃的啊、就是没捡到吃的啊。哎，奇怪，我们刚刚树丛都没摘东西哦，那个绿色不能吃，绿色吃了会那个好那个会落晒。会落腮，会招把烤过才能吃。哦，对，也招把，绕赛的绕赛哦，招把。学到了，好实用。接到了，耶！招把，招把。招把。哦，为什么你有白手套啊？要走哪里比较好啊？因为它是，Emily 走这边呢，还是我们往右边走？对，Emily 直接冲过去了。我只是绕看看，因为其实这边好像没办法走上去，在这边走上去就跟我们刚才路线一样啊。嗯，好啊。那我们走右边看看好了。往下走了，有时候往下山就是往上山呐。真的耶，好像很有哲学一样。先赞同再说。好陡哦！先赞同，不然别人会觉得我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对你要抓着墙壁往下哦，哦，不然你会摔死哦。听起来像在威胁人一样。有时候小孩讲不听就是要用威胁的。虽然我不是小孩。哈，哈？为什么要哈？为什么？有时候真的不搞是哦懂欸。你喜欢小孩哦？小孩，我就是一只3岁的狗啊。标准小孩。开始这时候那个，哎，这边过不去，这边过不去，这里过不去吗？右边过不去了吗？那边快到寂寞边界了吧？为什么都在 Q 这种老歌我啊？站在寂寞边界，爱因此血，心在淌着血。好好 Q 哦。太厉害了！也让我知道。这里吗？你在哪？我看到你的名字了。哦，我在你。我看到你们2个了。这太好 Q 了！好好 Q，好好 Q。咦？可是这里有办法上去吗？我很怀疑呢。是不是有人滑下来？等一下，哇！跌倒了。没有按到这个。我好饿哦。我也是，没有，我还好。你看，我又饿又，哎呦，又饿又累的。哎呦！我要把一些，我包包太多东西了。我要把童子军大炮丢掉。好，你为什么背那个东西上山啊？我放刚才火蛇偷塞的。啊！你直接丢下去哦！我想说把我塞进去。你要玩哦！你要玩，下次跟我讲，我带你。我们又回来了。一开始的那个命运的分岔路口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好饿哦！我现在爬不太上去，因为我受伤了。天啊！可是我不想浪费那个急救包。来到了这一天，我脸确实是青色的，没有错。
老照片，老照片，青色的老照片。剩下的不会唱。没关系，再 Q 下一首。哎、怎么都没有长水果、啊？我们都没有水分了没关系。哦，这样也行。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怎么真的都没长水果哎？不用说水果连。一席之地。Emily 走这里哦。火，这个是谁？这是你。我是不是要看到你往下？我看到你再往下滑、欸。哦啊！我没力气撞了。死欸你有受伤吗？哎呦！哦，谁落地了？是我。这里是哪里？是谁？是谁？太懦弱。再敲打我干你娘！哇哦！情绪变化也太快了吧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会不会觉得第一关很难呐、会，我觉得一切都好难哦。哇！哎呦，谁射我？谁射我？尼贝尔，我看得很清楚谁射我，他就在我旁边。谁射我？你死了吗？是我，不是我，超远的，我不是超远的。，你只是要拿急救箱，你不需要把他弄死哎、我现在是很想睡觉，我现在被迷昏了，我现在被迷昏。他把你迷昏，把你扛走。想用一杯拉铁把你灌醉。把你灌醉。然后人用拉泰把人灌醉啊！啊！你把你摔你背他，还把他摔下去哦。哦，这样就会醒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可以，我是那个想睡觉退了，我的想睡觉退了，好恐怖哦！我快醒了，我被暗算呢、我被暗算。怎样？你对饼帮有什么意见吗？你就为了饼帮要把人家迷昏吗？你在掠夺饼帮、好惨啊！饼帮也死掉了。饼帮跟 Emily 一起死掉了。我那其实想去找饼帮 Emily 算是一种饼帮吗？我好想去找饼帮贝，里斯拿铁。我好像找到饼帮嘞。哪里走比较好啊？我应该去捡饼帮吗？哎呦，你真的死了、欸！哦没，关系啊，饼对啊帮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。饼帮要成就得通关呐、所以没带他也没关系。通不了关就不用想这种事情。对，我们应该是通不了关。我们要有信心。这里很难爬这里不行这里不行不吃饭应该是不行你们有多饿？没加崩。我快半。我现在不饿了，我现在被迷昏之后不饿了。哦，那走哪啊？这里有办法上去吗？这是刚刚的命运的分歧点对啊我怎么又回到这了？可是我其实觉得我们刚才那个命运的分歧点应该其实是过得去，我猜应该是可以。就是刚才那吊桥那里然后再往上面爬，其实应该是过得去。试一次看看好了。但是它吊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往下滑。等一下我试试看。刚刚那里我觉得应该其实是可以，因为只是刚才那个身体素质太差了。哦，有可能。然后这上面之后，我觉得应该走这边这条应该是可以。完了，哇哇哦！我应该是要死在这了。我卡门了，我在一个缝里面。啊！我在童子军大炮，我捡到童子军大炮了，但我卡门了。跌下去了，完蛋了！我要去地板上搜刮一些东西了。太难了吧，第一关太难了吧！我好像快挂了。我看到有一个箱子，我来捡一下。Hi Emily，绳索这个时候吗？这个时候给我绳索吗？刚在楼上不给我绳索，在我平地上的时候给我绳索。
哇，你劈腿呢，厉害！真的哦，原来我这么厉害，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哎呦劈腿。哇，哎，下面有哦，哎哇，你没有摔下去哈哎，你哈好厉害哦！不错吧？我虚荣心满足了，可以死了，没关系。不要啦，先不要死啦！饼棒是在这吗？这是饼棒吗？不是，这是有你毒的还是想找饼棒啊？我想说都要死了，有个玩偶陪我会好一点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真的都到地板上了哎，你贝尔在我在缝里哪？面，我我们贝尔在一个在一个洞穴里面，有童子军大炮的缝。有童子军大炮的缝，好难找的地方哦。就是刚刚童子军大炮丢下来的地方，哦，刚好丢到那哦。它在一个到处都是缝，然后体力我受伤，然后加上肚子饿，根本就爬不上去。我也是肚子饿上不去啊。完蛋！我觉得刚才那个吊桥那个地方，除非有捡到什么岩钉，不然我觉得上不去。或是能量饮料。早点吃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对，能量饮料也是。啊，我出关了。你出关了？谁说我？现在只剩下我跟火蛇活着吗？我没有啊，上你贝尔没死啊，他只是从那个洞穴啊，他只是上来，出的我还以为你的出关是指那个哎、哦，解脱了，已经彻底放弃了这样，对，解脱了。离苦得乐。哎，有看到雾嘞，嗯，法喜充满。平安喜乐。看到雾了，对，我走到寂寞边界了。我看到饼棒了，哦，你看到饼棒我看到饼棒了？了，对太好了我捡到饼棒了。哇，我这里没有队友，也没有饼棒，我是最悲惨的，我赢了。我捡到又回到了饼棒了最初的，起点。没错，对我们都在站在地板上，啊，你在地板上镜子？前，谢谢。我们现在都在地板上啊。没有，我在那个上次分岔路口那里，分岔路口那也太难了，从左往右，左左右右。左左右。天哪！可是以我现在的素质，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好，我看到尸体嘞，爬谁啊上去。我的哎会 Emily，嗯，对我拿着绷带，你赶快使用那个绷带。谢谢，我继承了你的绷带。这里还有什么有用的？哎，哦你看太好了你拿那个气球能不能飞上去？我在天上飞不起来，太重了。火神，你身体还好吗？你是不是？我有点饿。我现在我拿了那个 Emily 来不及用的绷带之后，我现在好多了。没错，谢谢。那我看一下，要不要你把东西带上去？哦，你在哪？你很瘦很骨感，OK 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我很瘦一下哦。哦，是你哦。哎，其实我有绷带，等一下我有绷带，我自己可以把自己医好了。好啊，哎，真的耶，我可以耶，活得下去了。那我把饼棒塞包包里。好，你被我上来找你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红红的？我还以为有红翠梅，不行啊，不行啊那是！什么？就是阳光沙滩。还有阳光仙人掌，还有一个老船长，老船长啊嘿，啊，谁叫我？是老船长吗？是啊，是算是老船长算在啊！老船，算在老的范围。他听的歌很老啊。哎呦哎呦，这里好像不太行。我太饿了。对，我要走回那个命运的分岔点。你这样摔下来，可是我带着绳索跟对啊，为什么我们是我带着绳索炮到了刚才的地方。摔下去的时候装死的话就不会。可以这样哦？对，装死，你们可以立刻切装死，这样。哦，可是要快速的按 R，啊，你按 R 之后，其中一个表情是装死。哎，我真的快死了哦，对对对，啊！有这招啊！没错，大家可以立刻装死，就比较不会。哎呀，你的气球爆炸了，我的希望也就这样破没了。这太残忍了。你贝尔在哪里啊？我在。你没有在右边，你的右边我们刚刚，的下面一集。我的右边我刚刚真的太饿了。对，我就你的右，你往右看，你往右看，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在想，我们应该是要往这边上去，对不对？
我好冷。 Emma， 你看得到的吗？这边嘿，应该是要往这边走上去，你的对不对？你的上面这里这一块是可以踩的，就是这一块。这边可以踩，因为我在想，我有绳索炮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射到这里来之后？好像好那可以哦。哇哇，让我看一下它可以弄多低。哎，这样好像可以耶。看你能多低，看你能多低。然后抓住，哦，你上去了。我没上去。哦，我上去了，我上去了，我上去了。终于哦。哦，突破那里了。哎，火车鼠了，我留着一个绳索，我是你可以那个。尼贝尔等等应该可以上来看起。右边。你在朝右边吗？对啊哇，看一下，那我遇不到我的。我应该是去不了了，那种我的体力。没关系，我至少要把人复活。等一下，太好了。我觉得我突破刚刚那里之后应该可以。左边，左边。加七加呀呀呀七不对，来了，毒物来了。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他们来了。加 key 加 key 不我们是他们的奴隶。啊！我在下面冻死了，路有冻死过。那我们算殉情。 Oh my god！我突然有这活力，就是我要往上爬看。。是有多讨厌我？我们甚至第一次偷坏。我看到 BE 现场。哦，有果子你了，那你还好吗？你还哈哈哎对，他努力过了，他逃上去不了了。有果子了，有果子了。我有东西说，我有东西说。哦，这简直是那种求生纪录片，好好看。尼贝尔也死了。你贝尔你也死了，我应该快上去了。你是全队的希等望啊。一下哦。没错，交给我了。阿门那前一棵葡萄树。哦，没关系，可以，没事，这里没事，可以，往另外一边爬。我看一下哦，从这里应该也可以。哪有好？从刚刚那里好像是最近的，最没有吗近的。没有嫌弃吗？对啊，怎么哪有人那么嫌弃的？对啊，做样子也好嘛。哎，这里爬不上去。等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这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吗？你说嫌弃来吗？了，毒物来了，从这里走，看到了，白痴哦，前面台白痴哦，不要紧张，OK， 好。好，你可以的，You can do it。 You can do 加油 it 啊 ！You！can do it。我可以的，我要带着全村的希望。有，没错你要有。背负着所有人的命加油，这样好像很还有没错王月台，月台，我我们就可以啊靠你了，月台。可以，还是一首王月台，王月台。我是爬山王，祝英台，我是报时台。你说他包从吃很多这里东西的时候吗？右边，啊，右边吗？右边吗？右边吗？啊，右边。就是这边的，对，这一面墙右边，对，这里上来吗？对，上来。哦，我可以左边拉你了好像比较，哎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没问题。回个血，回一下，回体力，可以，我可以了。我要背负着大家的希望上去，这里可以。先把警方丢掉。我看到烟了，到了，看到萤火了。我看到烟了，萤火。等一下，可以。萤火，对，有了，我看到了，哇哦我上来了，我来复活大家，谢谢，太好了，你救了我一命。哦，我们永远感谢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到第2关了。耶！大家复活大家的在哪里啊？雕像处，雕像在哪？右边。我干呐！我看一下，
啊，雕像嘞！啊，雕像了，那有没有快丢？你先开一下那个白色的行李箱。没关系，我先把你们大家复活起来啊！在哪里？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在你前面那边。啊，找到！你们快要活了，你们要活了！哦，太好了！肚子还剩耶！肚子饿，大家吃东西，太好了，有游戏玩了。谢谢月台。这个运动饮料可以解，不会。来，我们点燃一下我们的萤火，好然后大家人吃一个吼，大家然后记得要跑过再吃哦，按1可以烤一下。好诶，好的。然后大家任何东西有火都可以拿去烤一下，虽然你们现在身上应该没东西。哇，雨林现在长这样子哦。我要增加一些额外体力。烤一次应该就熟了吧？对，烤1次或2次都是可以吃的范围，再烤更多就会那个哦。它为什么现在长这大肠样？癌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焦掉的地方就不要吃焦掉的东西比较好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第2关长这样？好酷，好恐怖哦！那是龙眼吗？它是雨林。你在发光啊！第2关，来大家，我们现在的人都有，我们大家记得慢慢下去哦。哦，好滑！不要用摔的哦。好，用摔的会那个，对，像我一样那个。会少一根腿。Oh my！没错。哇！大家小心不要用叠的，跟我刚才一样。来不及了，道理我都懂。就是有一点伤身体。真的，我已经少一个脚趾了。伤心又脚趾。哎，我怎么卡在树上啊？大家小心，也不要被刺到哦。这边很多刺哦。好，谢谢月台姐姐。大家要小心哦。太好了。我现在在地板，大家在哪里啊？你要怎么去地板了？我们在同一棵树。这是可以放手的。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。没事。很老哎，这什么歌啊？我怎么放手啊？怎么办？爱呢？左键哦，就跟你说了放手，没有，他没有让我放手，为什么？诶，是我有问题。那你可以摔摔看吗？摔看，好，我也很想。不要摔了，不要怂恿人家摔。很讨厌我，哦，我摔了。啊！哎呦，好，我不小心踩到我自己吃完的香蕉皮了。有再一次，我再摔第2次。下次知道我们吃完东西不要乱丢。综合坚果。哎，哦，绿果不能吃。好。对，会中毒。那里有红果啊。啊，有红果哎，谢谢。走哪里比较好呢？你们在哪？好吃，一直吃。在右边。右边。大家等等下雨的时候爬要小心，会滑哦。哇，天哪！已经下雨了。没错，它会一阵一阵的。而且下雨行动会变慢。天哪，看起来就会滑倒哎。哦，我看到了。然后那个绿色的包子不要踩到哟。包子。馒头。我笑点很低是正常的，应该是，毕竟我是陈火生。包子馒头。啊，我上不去吗？可以。不行，我摔断2个脚趾了，或者。但这是傻小。包子，那个就是包子。谁打？啊。哦，哇，这个哦，绿的这个哦，会滑就对了。
下雨的时候会滑。哇，中毒了。雨林你好毒果实跟果你好毒，好毒！呜！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大家小心先我怎么中毒可以等雨停。了为什么？哦，真的好滑哦，滑到嗯，滑到我没下雨会错滑哦，动力会大家可以变慢等。嗯，不要再下了。都不要再下了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 Q 吗？下什么大雨？我的姐姐，啊，你们在哪？我在岩浆瀑布这边。你在岩浆瀑布我跟陈火在再爬不上去。对，在我应该可以了，爬不上去我的毒过了。哦，而且我正在，我刚刚有经过他们那里，但是我看到你贝尔，我在你为什么我后行动那么面，迟缓呢？哦，我看到你们了，但是 Emily 还好吗？哎，我你上来了在我耶在，你好坚强。有椰子，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大。椰子，怎么上去比较好呢？从这里，哦，有吃的。感觉要爬藤蔓吗？爬藤蔓上去之后有地方抓吗？感觉是最接近这一条哎。可是我们不是要去那一座山吧？诶、我们是要，对啊，那是假的。你们应该要对啊要他在沿着这个，要沿着瀑布上去的。瀑布的这一个上去比较好。嗯，他是骗你的。小心哎这有包呦那，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丢直它？还是哦这个？乒乓，乒乓，该牺牲一下了。不要，为什么你有椰子壳啊？哦，哦，没有，这是你贝尔可以吃掉你的那是可以椰子吗吃的，那个吃掉之后会留壳吗？不会，你可以不会，那没东西这是直接丢呢。吃掉了。我们连壳带皮的直接全部吃掉。天啊，好好不浪费哦。哎，你自己好像没办法拿哦，那我帮你吃。没关系。我帮你吃，笑好贴，哇，好低贴心哦。级哦！我没吃，我很抱歉。我看一下我可以做什么。真的干奶，真的干奶。从这里呢，真的从这边爬上去，嗯哼，那个感觉会爆掉哎。所以我才说用饼棒丢它。有人不相信，不要啦不行，饼棒是伙伴，这样子吗？乒乓是好朋友哎。那你应该要好朋友就要适时的牺牲一下。对不起，被你发现我朋没有良友只是知的一面。朋友。这里再上去呢？我就找个垃圾来丢。好朋友，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，怎么可以说乒乓是垃圾？对啊，饼棒就没有父母吗？谁饼棒的父母是谁？应该没有。没父母就不是朋友了吗？多么的急！哎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为什么下雨雨下来了。你现在了，嘿，你贝尔也下来了啊！我也要下去了。可惜这游戏不能推人，可以啊，但是要装模组。没错，装模组之后就可以变成友暴善力游戏。时光，友善游戏。哎，有箱子哎！哦，捡它。得奖的是牛奶是干嘛的？牛奶是干嘛的？奶白金是你喝了之后会有几秒钟啊，忘记几秒钟了的无敌星星状态。哎，给我用好浪费哦。爬到这里来之后，还是有点不太确定是不是正确的路。钱包的你们在哪里？
我在你后面。我现在哦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贝尔了。先喝。哇，喝这个会饱哎。我不晓得看不看得到你们。等一下，我在发光哎，我整个人在发光哎。你有什么要喝啊？我现在无敌，我可以傻啦慢了，太好了。虽然它很快就会没了。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我们在不同的山上。啊，我有什么用？我有什么用？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。哦，好，我没有什么用。我看能不能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自己。好吧。哦哦，哦，我还想说怎么有东西爆炸，原来是你。昂呀爆炸！有火烧煤，上面火烧煤会修起来哦。那边有路吗？你贝尔？我不知道哎。溜溜梅也。看不太到你们在哪里。丢丢煤。哦，我这边说不定有路哦，我来看看。我突然觉得我有用了。真的假的？假的，我现在觉得我没用了。我想一下， OK，不是很擅长找路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不是很擅长成为有用的人。我不敢说，会被越开骂。太难过了。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自己。你看被骂了。哪是被骂？我看你是没被骂过。哇，这是可以免费听的吗？不行，那个等之后骂倒台再说。好，你什么时候会开骂倒台啊？现在大家有想要听这个吗？目前有这个规划吗？还是我们现在就骂一下歌。看大家这个是不能免费听的，你可以先给他们听，然后再强迫他们付钱。这一定是要转盘的。啊，我们可以那个啊，那个你现在可以开个纪念会啊，我不知道纪念什么。我不知道纪念什么，但是纪念一下这样。但是可以开一下。对对你在对，哪啊？我们现在3个在这里。我现在在上面，等一下，不小心爬，没有射到我。浪费了我的那个我再试一次，我要成为有用额外的人。体力，可恶。我要成为有用的人。让你们确定你们的，但是我应该该是比你们上面，但是我不太确定你们在哪里。我现在在一个岩浆的发源的地方，发你源们看得到我的？你们看得到我的指头吗？你们看其中一条岩浆的那个虎姑开启的开，不行，太雾了。他会咬你的小指头。但是我不能爬太高，因为你们这样子，我真的就遇到童军领队了。哦，这里有一个踏板菇，发源地听起来很高哎。对，所以我可能不能爬太高。老高。这样也可以哦。老高了。原来尼贝尔是会被呛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以为他的角色定位是会被呛啊呛我们的耶。你不要把你的私心讲出来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什么意思？ Hello 我哪有？我今天都还没好想开始讲烂看哦，笑话、好想看哦。我都还没开始讲呢。请。我觉得角色定位重复了，我没有办法讲冷笑话，已经太多人在讲冷笑话了。啊，不行哦，可以？吧？好啦，要看谁讲的最好笑。什么东西红红的实力说话对这边牙是齿不好？山头。槟榔，灯火蛇吧？橙火蛇根本就不是红的。哈喽，哦，我还没红，我还没啊红，红的，还没红。你是红的。会啦，会红的。谢谢，会啊。会啊。
黑红爬得上来吗？正在努力中。哎、真的、好，跟着尼贝尔就好轻松哦。抄作业，我就被性骚扰了。 Oh 抄 my 作业哪 god 有？什么意思？ Oh my god！他太恨我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晚上11:11，这边精华点，那个是我的。哦，你还好吗？哎呀，我的联动对象太恨我了，怎么办？这什么小说标题？想说标题，真的。感觉是我会想要买的。哎、观众快去写一本赚月台的钱、我会买。太好了，周边知道。等一下，我这边不能摔，我这边不能摔，我这边不能摔。哎，我差点摔到岩浆上，吓死我了。迷你箱，运动饮料。这个水是怎样？我有点受伤哎，哦，这个水是你怎样啊？说心灵吗？心灵你怎么了？谁让你不开心？没有，我现在可能5公分左右的受伤。哦，那还好啦。 5公分是5%吗？就是我的荧幕5公分，天哪，我哥不知道2个箱子多大。结果我的荧幕超级大，我用电视在开台。真的，我都用手机呢。哇，解毒剂跟棋子，哎呦，解毒剂，有人中毒吗？棋子感觉很吃，放哪我里耶？中毒了。我也中毒，谢谢那个可以用但我一点点而已。很多次，你可以用，我记得可以用很多次。它可以用很多次。哦，真的哎。走哪里呀？我觉得我腿断了。你刚刚，这个我们应该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哎，因为你刚刚上来没有看到箱子啊。就看到开过的箱子。哎，这个藤蔓可以爬，这藤蔓可以爬。应该是可以的吧？完了！哦，真的。怎么有人说了再说了啊！对啊，那个人听起来很雀跃啊。这可以爬，这里有地方可以休息。好。哦，那快挂了。太滑了，下雨太滑了。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快挂了。我后面刺到，你们一直抓不到我。这里有很多包子，小心。肉包子打狗，哎，什么狗怎么了？好痛！好痛是什么？对啊，我死了。就跟黄鼠狼给鸡拜年一样啊，新年快乐！啊，还有这种的，好赞哦！我需要补充一点。肉包子打狗，好吃。对你的话应该是好吃，没错。好，肉包子打狗，好夯。好赞哦！刚那个演的好像哦，超赞的。好夯哦！好胖哦，好胖哦，肉包子打狗，好饱。好胖哦，好胖哦。好夯哦！你很像吃了第10颗包子。好饱啊！卡鲁鲁安娜，こんばんは。饱啊！哇，干包子！哦哟，下雨了。我卡在石头这边啊，我这边没有地方啊，没地方去。我就看到一堆岩浆而已，还有我脑门上一堆石头。回头。好，你怎么下去了？啊？
rebound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上面感觉没路而且我的体力只有一半而已。rebound， Rainbow，体力也。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要插一个旗子。我插一根旗子在这里。哎有蜂窝啊，傻小啦！你找马蜂窝。有菇，喇叭菇。我要插一根旗在这，我真的，如果不小心死了，就在这里复活。可是死了复活是不是不会回状态啊？就是你饿还是很饿。就是，如果是用旗子复活的话，饿还是会一样饿。288。就是插的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应该不是插，是那个死掉之前呢。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应该是插的是当下，那我应该要趁不饿的时候多插一点。谁死了？我啊，有人死了？你死了？没错。火蛇，他们是离我很远。我看一下啊，好像你们都在不同地方哎。我们在不同地方吗？我研究一下啊，我还蛮路痴的，所以等我一下。我看，你比较高，你看起来很高。我比较高。好对，你看起来很高。 ，OK，但是我发现我应该要不行了，等一下。哦，Emily 应该跟你装死，哦哟，还是跌到，还是啊！Oh my god， Emily 应该在同一边。跌下去了。下面不行，我要那个，不能走那里。哎呦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！啊，幸好刚刚有插旗子才没冒险，但是我要走另外一边了，这边不能走。走哪里？感觉走不太了呢。从这里爬上去呢？阿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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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死了？可以帮我看一下，这边有得走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也只就有我死哦。火蛇死了。你说你的正上方吗？我想，我觉得这边看有没有小我路。的之类的。这个藤蔓会经过岩浆好狠毒的藤蔓哦。你一定会在我的画面中心，对不对？我没办法离开。对，就只能用那滚轮跑，就是前后。没事，好，雷没事。 Emily， 你喘口气，你等下从左边可以上去。从左边开始走太毒了过去吗？，太毒了，就是太毒了。那棵草那边他。在骗你。没有，才不会！你从那边往上爬，棵草应该是有路哦。太毒了。有那个是包子吗？那个是让我活那红色是什么？哦，那红色是包子吗？看起来很像是哦。不行不行，让我活。红色一小坨是不是包子啊？我看一下。啊，你上面有路可以。感觉是。不行，你撑不到。哦。看一下，有路吗？我可以的。上面好像真的有路诶。休息，等一下。休息。好。You can do it。我 can do it。我死掉了。Hello。嗨。上面应该有 Hello 路 Moto。但那个会不会刺到手？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尼贝尔。好，那我来看 Emily。Emily's in Paris。哈？艾米丽在巴黎。在巴黎。哇，你们这边长得好像哦。好。大阪菇。哎呦。
灵感菇哩，饼干菇，灵干感菇，菇，饼干菇，饼干菇。哦，哎，让我灵感菇看看好像本来就是哇，童子军歌哎，好像哇，好毒，太符好毒合了哦哇！你有身上的解毒剂，好棒！对我有解毒剂。我要去拿好。但是肚子很饿，对他看起来超饿的。对啊，好饿哦。So very very hungry。 very hungry。我走这个藤蔓上去是可以。脚会不会被刺你的吗爆啊？脚哦？为什么脚会被刺爆？哦，我以为你说的是刺刺的那个藤蔓。不是，是这个。我看一下哦。哎，你有纸吗？你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你后面有箱子哎。得奖的是，哇，怎么有哎，你看起来超快乐的。有奇诺比奥？哎，你们有听过奇诺比奥 cover 吗？我超爱听奇诺比奥 cover，干超吵的，很舒压哎。那个应该跟乌萨奇 cover 是异曲同工之妙。嗯，我也喜欢对乌萨奇差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踏板菇什么？他真了解你。它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。捡到它吗？还是不要它？ Emily 还在掉，还在 Oh 掉 my 啊 god ！Emily，好刺激好哦！会掉，好会掉，好好玩。哎，你看是我哎，了哈哈，是是我哎，还是火蛇哦？啊，是你啊？我不知道是谁不是你是你还哎不对，是你，因为我旁边会有包包，哦。所以是你。是你，哎，你怎么也在摔？你拿超你的踏板菇啊？那现在你是希望啊？那个是太晚，我们还以为那个会爆炸嘞。对啊，踏板菇，哦，我们以为那个会，踏板哦。好赞哦没！错，踏板菇。觉得解头的反应特别有游戏体验。哈哈，伊里安啊，こんばんは。空包啊！靠你了，有3双眼睛盯着你看。靠全都靠你了是泡沫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你可以的的。你，好烂哦！哦不，哦不！对，这边。然后再上去吗？哦，你来到我刚刚来的地方了。哦， ，then Then 我刚是想要尝试从右边的那个藤蔓爬到树上来，可是我体力不够，所以I see。你可以走看一下。哦，左边。哦，好强哦！哦，好强哦好强哦，你简直是忍者，直接好会粘在上面嘞！爬哦。哦，好强！
以。啊，哦，上去了，太帅了！哦，后面有个帅箱子欸，帅帅！白帅帅。哎！为什么还有办法这样滑？哇，这边你要上去有点不是不可以，但有点困难。为什么看他爬觉得好轻松啊？再上去，说什么傻话呢？どうしよう。哦，左边这边还有路哦。这个缝可以吗？哇你整个人跑进去钻在这边。嗯，左边很像是有平台你有可能以站诶。爬到一半，然后跳到另外一颗石头上吗？哦，他可以耶，他可以耶，我可以，好哇，好厉帅！害！干嘛？你爱上他了是不是？我要爱，哦，不是哦，不是看上他，问我哦，不是问我我要看是你啊是问你啊啊，是问我，嗯还好，我心有所属。每一天都会手点击谁他老婆。对我老婆， ？My heart will go on。你们是想要别的答案是不是？对，我刚刚脑袋第一个想的是其他，谢谢就是哦，对，老婆啦，对，忘了，忘了，哎，对，箱子哎，那箱子看起来超少子抱歉高级的耶。你贝尔上去有箱子，哎，哇，还可以啦2个箱子，哇，2箱请有一个看起来超像空投箱的。你给我讲，哦，爱你哇哇哇哇哇！快点吃掉自己！有救了！耶！那是还有一个，哇，哦，吃的吃的，啊哇，你可以拯救，它可你以单手可以通过它了，哇，太强很棒了！哎！太赞了！这游戏的设计杀人诛心，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瞎眼看的诛心，求生片，怎么有人在看戏？我就死了，我也只能看戏啊。我说真的没有其他事做啊。对啊，偶尔看看那个石头能不能上去。左边好像比较好上去，天啊，左边那边是不是用跳的跳上去，然后往上爬？主要是右边看起来上不去看能不能用刚刚那个方法，就是你说这个吗爬到一半跳到对那个石头上，你指一下你要跳哪里？嗯，哎，你的滑鼠是没办法指，哦，没有啊，我指啊这边，哎，看不到呢没。看到了。你看不到我的看不到呢指，被人数了。哦，我们看不到哎，，死了看不到吗？死了就看不到，好过分。怎么知道我等于过分哦。我们等于有那个总之，你现在正面对的右那边的应该爬右边这一座石头，然后看能不能跳到中间这一个石头上面。好，那边都是绿的，应该就有办法走。你就 shift 往前面跳，往上爬，应该就可以。好，我等一下陈雨婷。啊，OK，停了停了。停，哇，中间有点，有点远危险嘞，看起来其实蛮远的，看有没有 shift 有没有办法跳过去没有办法啊？就会滑下来。哎呀，哎呦不行，哦，哦对哦，你吃饱可了。是这边太远，哦，可以有哦，额外体力。我这样 shift 可以 shift 可以，耶！奇诺比要派对。我们要3个一起是不是？我是奇诺比奥吗？好，等一下我发现有人变奇诺比奥，我就要一起当奇诺比奥。往上走应该我是看到知道这片，我知道这看得到了片了，我之前来过这个地方。哦，那我到了这片就是了。到我们我们第一次爬的时候，还是我们跟99那一次就没看到萤火来了错。嗯，哦，有看到萤火了，太好了，耶可以复活了。有雕像了，右边。
耶，一人救一次。次。太好我们现在是，我了们，现在是那个马拉松接力赛嘛，一人那个大队爬完接力哦一人救一这样次。哦，回来了，耶好饿哦。哎呦，千钧一腰发，啊！对啊，耶居然救回来了。谢谢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急救急救箱，箱，事这到如里拿去今。烤。哦，立刻吃一个，我好饿哦。不错，呱呱呱呱。他只给一颗吗？哦，还有一人一个吧。那个，我们拿去烤一下。哦，还有什么？这边还有一颗。哦，这个好饱哦，没毕错竟。糖分很多嘛。多一个背包哦，有人要背吗？你的背包。好，没问题。谁要背？谁要背？等等一下我差点把会修掉。拿背包去烤。可以哦背包可以烤吗还吗？哎，谁身上有虫啊？等一下，好，有人身上有虫哎，我看到。等一下，哪里啊？是你吗？我有中毒，我为中毒。你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跑，嗯应该是你，应该是你。我刚刚有经过，好像有虫啊谁。还没有，有的等一下还没等一下，你再过来一点，你再过来一点，然后你把包包放下来。等一下，哦，抓到了，有了，好大，好了，抓到了，你要不要吃？谁要吃？哈，啊，烤过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吃啊。没火了。他可以吃啊，他可以直接吃吧。啊要，吃吗没有办法再点了。它长得跟那个一样哎。哎，我饿了，你要给我吃虫吗？我饿了，我要吃。你要吃吃看吗？会不会？可是会不会中毒啊？不会吧？我记得不会。我现在已经在中毒。哎，你吃掉了？哎，我没有吃啊。啊，怎么没在我上面？我会给你吃的不是吗没？有啊。哎你吃掉了啦我直接喂给你。吃啊！哦，你直接喂给我吃哦，难怪我不饿了。我直接耶喂给你吃啊我！没怎样，我就好，饱了我直接喂。给你吃。你吃过我应该是，泥身上的虫了？你们有吃过虫吗？没有，不用特别强调。哦，我是在场真的吃过虫的主播，我有优越感了。哦哟，我龙们等等卷风，小心有好恐怖那个会被卷走哦，然后等等太阳太大会很热哦。好恐怖哦！有撑伞，等下会有伞。哦，有伞了。好3天，然后那九九在那个缝里面卡了是卡太身。久。我们哎呦，然后真的会太阳很大，我好烫，我好烫，哇，底然后真的可能会有海市蜃楼，就是可能你远远看以为那边有箱子，但其实它没有，好狠！妈的骗，说他会骗你，宇智波骗你。直播骗你。但他走路要小心哦，小心下去哦，好，不要摔到。等一下，这边超级不行下去，这边超级不行下去，等一下，结果他们两个还是我笑了。他们两个人下去了，怎么下去的啊？可以他们是勇者。可以，你就啊你就你就抓着反向墙壁吧往上走，不会受伤，不会受伤，没有，你抓着墙壁，抓着墙壁往下走，往下爬。对，往上爬，啊，哎呦，就跟往上爬一样往下爬。好，我在地板上找有没有什么好物资。烧。会修丢啊！烧的寂寂寞。希望有伞呢、残废了。真的哦，你摔断了脚了。没有，还好好，我只是有一些刚复活的伤痕而已。哦，我希望有东西。哎呦，舰长可以哎、我看到水豚了。哦，假的。但是没有喇叭。哎、有人带对喇叭吗？是没有，这是不是没有带喇叭？太重了没有好，没关系。干，这我去泡是那是海市香香吗不对？我？好像看到嘞。有黄雪那是海梅市香香吗？有很我要多箱。我要把那个水豚，我在跟水豚一起泡温泉。哎、不对，泡你在这里泡温泉，泡温泉真假的这？么热哦，这么热哦。哎，这个球砸到会怎样吗？哎这里水是热的会。会 Hello，怎样？我在 Tumbleweed 里面，我甚至不知道这东西中文叫啥。哎，饼干呢？完了，这个是会退的吗照明？棒哎！哦，是真的箱子。趁现在没太阳。对赶快跑！是现在没看，赶快走赶快走！明早我吃点东西再上路，大家。你们需要吗？我还好，我身上是不是很我还好不多草饿我们要哎，赶快到你身上有尖刺哎，火蛇！等一下，你停下来那个。是可以拔的吗？
那可以拔，那可以拔，别人帮你拔，或者自己好像有些角度拔得到。哦，是哦，我身上也有。但是我们要赶快去山那里，那个会就是那个很自己掉吗？高那里。看你也太多次了吧？等一下，对啊，你刚刚好，我们现在。哎，我真的勉强可以拔。拔到一个，不行，拔不到啊！这就像狗追自己的尾巴一样，哎，哎，我这边又有一对个箱子，狗方多收一点哦。这样子，啊，狗怎么了？狗怎么了？有狗表示不满。狗追尾巴不是？然后小心那个沙坑中的箱子是假的，它是一个会把你吃掉的那个沙虫。坑好，然后小心不要踩到狗这边啊有坚果，你拿一下。坚果好，因为我上一次就在那个但是你地方死掉在哪？你就被那个骗到了。对吧？宇智波骗我。你在哪？我在右边。啊，你在右边等一下，对，你看到我，你往后转，你往后转。哦。对，好不要往左右，不要走那个。 Oh my god！Oh my 你 god！Oh 后 my 面 god！有龙卷风哎，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就像龙卷风。没有，没事。但是说你无处可躲哎，我真的他没有是。要过来，火车你过来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。我来了。我不要在想你，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哎。你要给我这个，这个是可以吃的吗？你你后面有好多那个，你哪来那么多？你说我的背包里面嘛，你可以吃啊。那是有烤过吗？绿翠果？有烤过。是啊，哦，好，太好了。哦，真的也可以喂别人呢。可以。好。观众说是歌回，差不多了，确实。差不多。跌太多。奇诺比奥歌回。好哎，来。哇干！我现在在尼贝尔的眼中就是一只奇诺比奥。我没有这样讲，我没有这样。他没有说出来，不要这样。我是一只红色的奇诺比奥这样。差不多吧。这是夸奖吧？我很喜欢奇诺比。没有看到我吗？对啊，那是夸奖啊。我有看到你，我有看到你。我看到了。你们在哪？然后就是要唱一些激烈的。我现在在一个缝里。你们后面有龙卷。我刚刚跳过来这里，我是直接助跑，直接大跳过来。好，那你有一个大跳吗？我来。有蝎子，我相信他，我不相信我自己。哎，你过去了。我断了一只脚而已，没事。我这有绷带。不行，我可以，等一下。奇诺比奥，加油！好过分哦！我已经变成奇诺比奥了。天要亮了，天要亮了，要热了！不行，爬上去！啪啊！回家已经到家站。不行啊，那边有我看到有箱子哎，我要去拿箱子。搞不好那边有啊！等一下，我姐，等一下啊！我不行了啊！我直接把它丢出去，可恶！我还自己把那个仙人掌拔下来，气死我！狠狠的把它甩到旁边。Oh my！ 天亮了，我看到箱子，等下我去拿。好烧，我要被烤干了。寂寞。在阴影地。好。啊，找到了。Where is Emily？ 我在你们楼下。 Where is 月台 platform？ 我正在那个快要到那座山了。哪座？等一下，就是最后面要去的那里。啊！好烧！Sour S-O-U-R， 真的是奇诺比奥。Sour 奇诺比奥。好悲哦。对不起吗？哦。奶白金需要2个，我留一个给等等，如果有人经过的时候可以来捡。拍到2个箱子，手上没有包包，绳索应该我用不到。我还以为会有雨伞呢。外面也太亮了，好可怕！哇，整个地在那叫什么？烧啊！对啊，就是那种很热的在摇动的那种，甚至不知道叫什么。就是海市蜃楼啊！对，说不定一切都是幻觉。又学到一课了，又学到了一课。蝎子，不要过来，蝎子！哇，居然有蝎子！蝎子里有蛇哦，那是蝎子。我的蝎子，
你我的鞋子里有蛇，我的靴子里有蛇。我的靴之千里有蛇，好哎呦，哎呦，你的靴之前好骚有！蛇，有活蛇吗？有火蛇哦。哦，哦，是那种后面有个拉链拉开，然后里面哈哈是我啦。原来是你啊，还以为是谁嘞？你要绷带吗？我吗？我觉得我的脚没那么值钱，可以留给别人的脚。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谢谢这边上不去。等一下，但这边真的也你吃八你吃，小啦，这里这白天太长了吧？这要等到几年？永昼哦。而且我总觉得他那个角度在往我们这边过来，这个是肌肉皮哦。好烫！而且就是稍微讲，而且他会觉得失礼，这样气。哎呦，蝎子，没地方去，哎我只能有箱子乖乖被烧哎，怎么会这大号样？行李箱，检查点旗帜。机餐。OK，要去厕所，好，大号行李箱。允许了。嗯，有，等一下，哦，好烫，好烫哦！走哪里呀？沙漠寂寞，有谁来拯救？这什么歌啊？好老哦，没听过哎，什么歌啊？不要自己讲。气球到底可以干嘛？好像可以减轻你的高飞负重。哦，哎呦，哦，是这个吗？哎呦，是怎样有？人说高飞啊！哎呦，是气球。高飞。嗷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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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嗷！我退无可退。野猪骑士来了。我靠，什么东西呀？干！我也撞太多下了吧？OK，我只能在这里。吸吧。哇哦，插旗。孤独的死去。好烫！嗯，有蝎子，你也看到蝎子了，大家看不到我，太因为我死了。没事，哎，我看到 Emily 了，掉下来了。对，啊！装死一下，我装死一下。OK，没受伤，没受伤。Emily，你肚子饿吗？我还好。好，但是我跌到哪里去了？我这边又有一个哎，谁死了？我你什么时候死了？刚刚干，这箱子怎么已经被打开了？我摔因为是我死了开的，靠背哦。因为我空间不够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可以？是不是哦可以上去吗？可以，再一下，你快到了。哦喂，怎么怎么有尼贝尔从天而降啊？月台就差一步。哎你在这里可以救你吗？我可以救你吗？你有医药箱吗？哎，你有看到骨头吗好？那是我。像有。等一下，哦，那是你。蝎你可以喂我。你身上有东西吗？你没有不对什么都没有不是你是火蛇什么带来走，什么都没有。治疗尼贝尔。啊！没事，赶快你救了跑开我，我永远感谢你。这边好多蝎子，这里好多蝎子，这里好多蝎子在下面马上来点哦，我们刚刚一直在上面，他现在然后被烧都在下面烧到对啊，因为啊！现在都摔下来了真。的是不知道，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走，所以你们有去开过那个？个箱子吗？白色那个，有那是开过那个的是不是。看起来被开过了。那开过。我可能刚刚开过，哎，这怎么看起来没开过啊？应该是没开过。那个没，开过哎。咦，可是可是有点难上怎么去啊。对，没开过哎，但真的有点难过去。我们已经跑到这里了，有点太难过了。对啊，好难过哦。尼贝尔的体力可能哪一个箱子啊？白色的。关难过。嗯，
不是应该关关难过关关不说吗？是加加咦，这边有绳索，加加9的加加。好像是我刚刚没有拿它，对不对？绳索我刚刚有丢一串下来。那就是我现在我捡到了。我这边也有一个奶白金跟绳，我刚刚从这里来的。OK， Where are you come from? From here. 这是我的来时路。意外的很会爬山，海远难高。那个是奇多比亚好。对，我们今天小玩马里奥队友赛车的时候很常听到。真的，那是果实吗？嗯，这里不给我站吗？有一个魔豆魔豆可以干嘛？魔豆还要苦它可以种出那个种豆得豆可，以种出大大的花，它可以种出。真的假？的？真的，它会长出一棵树，然后你就可以爬上去。对那你被你被要蝎子，你在哪？没有人呢？对啊，人呢？他爬好高哦，你怎么又往上爬了？蝎子，我想从这边过去。你拿得到吗？我没空间拿了。好，蝎子不要过来！蝎子，我的蝎子里有蛇。不行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啊，需要杰克，真的假的？摸吧。我又跌了一下了，我又跌下去。我不行了，我要吃个飞机餐。变熄火炉，我现在应该不需要捡这个吧？应该也没东西可以煮吧？有人要对啊，烤你没有东西吗？没得烤啊，没有东西没有要吃。烤的东西。你是说中秋只有大家都只带吐司这样子吗？那也是可以没有人有烤带肉这样。没有人带肉。你怎么飞过来了？好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？啊！我刚刚看了什么大卫魔术？哦，麦麦小毒。我看到 Emily 了，我看到月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奶白金。我这边有一罐奶白金，但是是月台的旗吗？那个旗应该是我插的。哦，蝎子，我的蝎子里有。我蝎子就是狂喊有蝎子，蝎子很喜欢你，都是你遇到。蝎子一直来啊！这边看这边吃，没事。蝎子可以吃吗？打赢可能可以吧？要怎么跟他打赢？打赢好像可以耶。可是我现在太受伤了。受伤啊！再见。再见，我的爱人，再再见。见。希望有天。哦，现在哪里都爬不上去了。但是我就一小格而已。哎呦，这边碰不到，这边碰不到。月台，你是去右边，然后没有路，左边然后没有路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没有，我刚才都在爬那里。哦，幸好。哎呦，我用奶白金抵抗了100点伤害。我看到你们了，我在你们上面。赶蝎子不要过来！对岸的蝎子。我这边好多蝎子，他们围绕着火蛇的尸体。完蛋，想干嘛？他们很爱那群白骨。等一下，好啦，我有用了。不要过来！不然看起来看起来超绝望的。我在上面看着 Emily， 上面。你的对面的上面。哎呦，幸好我刚好喝奶白金，不然我会直接嘎掉。啊，相见欢。但是我的血只有3公分而已。那是很让人难过的数字。我刚刚摔了一大截。我是不是可以重返那个？重返荣耀。重返我当初的荣耀，没有去拿刚刚没有拿的那个箱子。
没有拿完的箱子，好像可以再拿一下，就是这个的。哎，我不要！啊！你的腿，我的腿断了，鞋子要我过来现在剩1公咬我分了。哇！我现在也剩1公分，你们的1公分好像不太一样哎。好了，一样了。差不多了吧？一样的差不多一样了。哇，回一下决。定我要找一个四处无人的地方，把自己永久的留在这里。它是真的剩1你们知道有公分欸，旗子吗？没有，看起来就是没有哦。刚有插旗子的是我，好，那就靠你了。你可以把我们带到下一个点了。我不行，你可是一路可是要啊，太过分了！我们要一直讲出来我要2昏了。啊！奶白金被拿走了不是。重复结啊，尾，是对不起，我没事2知道了到昏倒。没事。找这个地方看起来蛮好躺的。哎到了，这里一个我的也剩下1公分了。然后我没事，那你叫什么？因为我刚掉下去。叫完才受伤可以要发现没事。蝎子帮忙呼呼吗？不行啦，蝎子不能帮忙呼呼啦。蝎子只会戳你啊，不会呼呼对啊啊，不然受就是伤了，他帮你呼呼哎。呼呼哎、你的1公分才不是1公分，你的1公分是我的刚刚的5公分。我的1公分才是真的1公分，我才是1公分吧？我也没有你的是5公分，我有5公分吗？有你的这个是我刚刚的5公分。确实，我血剩1喵喵了呢。那我看到你了，哦好，这有绳子哎。绳子对我来讲，什么意思？真的绳子没什么用啊。 Emily 是不是应该到对面啊？我要到对面吗？你看到？哎，你不是吧？的这一侧这个方向啊。是吗？月台那一侧是我们来的那一侧吗？对啊，对啊我这次对啊是我们来的侧啊。是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是直接在上面跳来跳去，所以我不知道下面正反方是哪边。好可怕哇，那你很会这里跳哎。这里下去就上不去了。绳子是只能下去吗？还是可以挂上去？嗯，下去。如果是绳索的话，只能下去，哦除非你拿到反重力绳索感觉这一关。如果有大炮会超爽的耶，嗯，那这个是上来面，就不会掉下来这下面了。因为上次但是大炮留不了那么久吧？哦，阿威，阿威，感现在是帮我配音的环节吗？阿威。感觉靠这个看这个血量危险，随便去晃一下好了。我快要饿死了。你的这个是我刚刚的3这公分，次是1公分了，没有，这是3公分。这3公分，真的有那么？你刚刚那么短？我刚刚很短啊，我刚刚就只有等一下，1公等一下，分。等一下，这听起来哎呀，有点不太对会修掉，会修掉，会修掉怎么了啊啊！3公分怎么了吗？Emily 啊有会修掉。啊！会修丢啊！还被晒死了。我就晒死了。谁的尸体呀？我看一下，躺得很舒服的吗？哎，我活过来了，哎活过来了。真的耶，你又有3公分了。但你这个有算3公分？我不知道，反正那你现在在底吗？我现在超底耶！哎，你看到 Emily 了。有蝎子，有蝎子。现在超底。这这么是谁的尸体呀？啊，这是我，这个是我。我在上面的某一个我是仰睡，他是趴睡。圈里。 OK，哎，我真的要没我也是嘞！躺着的啊，你不是趴睡吗？我看到你趴睡。我是躺着的。哦， Emily，你有吃的吗？我有。你要不要喂一下月台？他在你后面。不用，我主要是受伤。哦，那你有我没有绷带， ？Oh no！我人要没了。这个也被开过了。我刚原本要捡，好我刚原本要捡一颗那个仙人掌球，然后拿去烤，结果它没有办法烤，然后就我把它丢出去的时候，我的人就跟它一起飞出去了。哦，那蝎大子还会卫魔术爬墙哎！怎么会这样？
蝎子可以吃吗？还在讲一样的你要话先打赢啊！不行了，我我昏倒了，你是饿二婚了，死的吗？饿昏了，我饿昏了，不是第二次结婚，是饿到昏倒。饿昏，二婚。谢谢，饿昏。这是趴睡吧？艾米丽是最后的希望。 Oh my，我不行哎、我不能承受这个哎、可以啦，有3你双眼睛可以盯着的，你是最强的欸，但奇诺比奥是没有办法抵达终点的。可以吧？为什么不行？可，以，可以啦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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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可以哦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开哟，开哟，我这样要走哪边呢、那边走这边上不去，应该是只有上去有路哦。你要一步一步往上爬。我死了，呜，我已经确切的死了。哦，箱子哎，哪里？加油啊，奇诺比奥！好大的箱子哦，哦！运动饮料。恭喜中大奖！运动饮料可以干嘛？你额外的血条就会多，额外协调，哦，你记得可以会永久吗？可以治烧伤，你用完就没了。干您，可好以治烧伤诶吧？因为奇诺比奥会骂脏话。不觉得很搭吗？等一下，你是说会治烧伤是不是？可是我现在又没有碰到至太阳。少不是治烧啦，不要把朋友当成寿司好不好？好饿哦。尾鱼一直烧，玉子烧，什么什么北极贝，这会吃版权炮吗？不会吧？不会，我上次有念完，应该是。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OK 为什 OK，么好好。我地板手上一直动作拿着它，我的 hell！你这哇哦，你很忙哦。我刚刚在干嘛？你一直要掉下去耶，你感觉一直要滑下去耶，你滑下去了。对对对，我是要下去的，我是要下去哦的。哦下去就是一种。但是我刚刚一直下不去。哦，好，下去是一种上去。下山也是一种上山。天哪，我的方向真不对啊！只要能往上就是对的。可是我现在在往下。没关系，下去也是一种上去。要学我讲话。生气。没有这里是我啦。刚来过的地方啊，开玩笑的这边下去是我刚来过的地方啊。怎么办，老铁们？老铁们，到底去哪好呢？可以这边没有任何路可以走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这个地图最难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鬼魂的视角就会看到一堆破土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对，有。然后就以为那边可以走，但其实是破土。哦，下面哦，哦，好像没受伤。又回到最底了。又下去了。只要在这边看到一只蝎子，就是刚来的地方。哎，哦，哎呦，看到骨头了哦，好吧，还是刚刚来的地方没有错。来时路。睡醒了发现各位还在爬山，那你再睡一下。哇，那你睡很短呢。对啊，才怎么可以爬多睡这么短呢、啊？才爬2个小时而已。没错，看又要下去了，又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喽。哦，不行不
啊！等一下，这个水是还是圣母毒，这是毒物。毒那是毒物要哇，你踩到，你还踩到刺，好惨，好你拖痛！着一个刺，你的脚刺在你的脚，好痛！你拔得掉吗？你要不要转个视角？你的左脚啊，好大一颗，左脚中了一箭。左脚，哎，你抓一下，你按一抓它。对，可以丢掉它，可以丢掉它。耶，就是丢掉它。哦，毒圈来了，毒圈来了！你可以喝个运动饮料。赶快！没了，真的没了。没了。 Oh no！啊， Emily，干，怎么还没有没啊？快了，快了，即将我要游泳，你可以装死一下，装死。真的就不用装的。装一下就会变成真的。噔，噔，噔！哦，哎，哦，对，你有插旗子。哦对耶！哇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，你的苦难还没结束。哇哦， You can do 你还有 it。插旗子。他的这一侧是来的那一侧，还是要？它就是这一侧，就是这一侧，继续往上爬。啊，这一侧继续往上爬吗？应该是吧？不是吗？是对面那一侧啊。啊，对面那一侧，哇！那你可以一个大跳，那你这样在一个大你这样在跳比较上面的地方跳过去，对，一个大跳，你那个没有办法，那个只能往下，绳索只能往下而已。把它丢掉一。个比较高的地方大跳，我怎么大跳？我是 Apex 的那个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。哦，对，这个是来时路啦。那哦，干，然后那个烟还他妈，那个毒物还他妈的继续进行，要上来了，要上来了，他来接你上，面还有龙卷风的声音，真还有周的杰伦的声音。不行的。真的耶你就信仰一跃吧。没错，跳过去。下降安恐怖啊！哎，你有看到那个骨头吗？那个是我，It's me。 OK，大跳到对面吧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屁啦，这怎么大跳啊？可以。可以，然后空白键， Shift 空白键跳过去。去吧。然后抓到之后就往上爬。对，抓！你不能哦！你不要拿绳索，绳索对你没用，好。绳索是给别人抓的。冰冰，好冰，冰冰好料理好了。好冰。哎，等一下，休息一下。 Nice，降温一下，可以。很像哎。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往上，右边继续往上。加油！可以。哎呦，可是你快那个，你快，可以。好哎，往上，你可以。可以，你是我们的希望。没错，我们要靠你复活。还有1公分，还有1公分。没有，那才不是根本没有了，对根本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哪来的1公分？你包包里面装什么？他看不到包包了。哦，结算。可以从小时了。新的帽子，新的帽子，没有解锁哦，我也有新的帽子哎，新的表情哎。新的衣服。哦， 664，对，所以我们刚，哇，所以那个坑的底是580。我有一个新成就，就是带着复活的3位，我也是，那个陈小伟拿到。我要戴新帽子，这是我复活大家啊，好可爱哦！我还有个新眼睛哎，帽子，你看这是我的新眼睛，
还有新服装。哦，你眼睛好酷哦。没错，这是我喝了奶白金，然后就是抵抗100点伤害送的眼睛。哦，真有眼光。好特定哦。对呀，这个是一定要从那个1等爬起吗？还是？对它，还有更难的吗？没有，干他就是每天换地图这样。哎，但12点嘞，嗯应该要换了。它是1点还是12点呢？我不知道哎，但我这里是1点。对，哦，对耶。我觉得今天地图特别难从第1关就特别难了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哦，那是可以爬的。差点就打到你了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沙漠那关跟上次长一样，一样。不然我们再一次吗？再一次，对啊，可以再沙漠一次吗？是直接可以从那边的吗？没有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一定要从头，一定要从头。你很想要战胜那个沙漠吗？我还要再哦， OK。哎呦，哟，是新的吗？是 pass 一样的吗？还是新的？一样的啊，一样的有贝壳、笑容。第一关前面都是一样，海岸呐、对哦，第1关前面都是一样。对第一关应该都一样爬的中间会不太一样。要吗？要继续爬吗？大家走，我可以。火车可以吗？我好像，我想一下哦，好像有点勉强。有点勉强。好，那没关时系。间的感觉。谢谢，今天就到这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了，感谢，我们下次一定可以通关。下次太好了，有下次很。高兴，很高兴的是月台跟 Emily。耶！火车呢？那个我也很高兴，有一个人是初次见面吗？我也很高兴认识月台跟 Emily。太好了，我也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认识月台跟 Emily。我很高兴哇认识月台跟奇诺比奥。感觉真的要变奇诺比奥了。奇诺比奥，天哪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我要笑死。谢谢团长忍辛受我。苦了。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本来没有什么过节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也没有啊。那就好，那现在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萍水相逢，萍水相逢，听起来是没有下次哎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那没有个啦，对，对，点头没有啦，之交，越来越过分。糟糕了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很高兴认识。谢谢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对，久仰。そんなことがない。我不会日语哦。慢安尼讲，慢安尼讲。啊，太好了，听不懂我思密达。讲台语思密达。大概这样哦，那会甲我判呀？好，OK， 我们我们自己在车前面，不是飞机前面，我们来结束一下吧。人嘞，只有我吗等一？下，两位嘞，爬3字母，人嘞很想战胜，哎，找到一个了。你好很高兴 Emily 呢认识你我在，Emily，很高的地方，回来。我去找他，太远了，已经太远了，来不及了。在哪里？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视角，我真的在很远的地 Oh 我们 my 要 god！死掉那我们就才能去看你视角，嘿。对啊，方。我们要一直爬上树，然后摔下来才。你去看我直播就可以了。哦，还以为是委婉的叫我们去数雕。不是还是也叫我们去死？
飞机那边有火啊，在那边踩一踩就挂了。那个我不会那个，啊，那个不会哦。我看一怎么下听起来很失望。 ，Emily 在哪？我所听到喷点的饼棒的声音，饼棒可以烤饼棒可以烤啊，真的，他把饼棒饼棒烤烤焦完之了。后，你多烤几次就烤焦了。哇，饼棒黑化了。它再也不是哇，原本的饼棒它的声音变得很了。可怕变气泡音呢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听。我来了，我要听饼棒。好性感的饼棒哦，好黑哦！黑化了。怎么这样对他气啊？泡音呢？这现在是你的伙伴了。我们要不要来结尾一下？我们来结尾一下。好我，要走回去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来结尾一下，大家，我们那个很高兴大家一起来爬山，说不定之后还有机会继续来爬，有吧？要有吧，如果大家喜欢奇诺比奥爬山的话，蛮喜欢的。然后，那我们再来的话呢，我们照着 DC 的，我们照着 DC 的顺序来那个，有没有东西要宣传的？我们这从下面开始好了。火蛇，你先。他怎么挂了？啊，死掉了你！怎么把他背死了？而且挂在天空中，好好笑哦。不哦，他的白骨在我背上。你怎么把他背到死啊？好了，火蛇先。好，我先那个，对，那个宣传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明天对，宣传环节。没问题。明天晚上8点会有那个 Emily 回来了，call out 节目，没错。好，口号节目没，错，我会打给那个用台语讲漫才的双人组合 Made in 台湾，然后会跟他们就是请教一下怎么用台语搞笑，没错，大家可以好来看诶，应该是可以学到一点东西。好，好诶，没问题。耶！然后呢，再来还破音，再来是那个尼贝尔，谢你谢大家辛苦了。然后，回来了接下来礼拜3明天晚上也有直播，然后哦咦，是比较我们礼拜3都是一些比较哈扣的题目这样子。好诶，对，如果喜欢动脑，或者是不想动脑，单纯想听我的声音的话，也可以。然后欢迎大家来。欢迎然后我们之后 podcast 会出2.0，大家多担待啦。我都还没2.0 ，podcast 已经2.0了。没有啦。团长怎么说2.0？那个podcast 吗 ？podcast 快啦。快了。哇，干他真的好黑哦。你说哦，你是说饼棒？他说好呢，换 Emily。我要告你。不要，对不起，不要告我录名了，对不起。我没有什么要宣传的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让我早日破6000，谢谢。好诶，订阅，请大家订阅，大家订阅。然后再换这个礼拜天晚上在冒险者公会有驻唱，如果大家有在附近的话，可以顺便去看一下。2月8号我会摆摊在 V2，哇哦，第3天 FF46，可以来找我。好诶，太棒了。可不以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谢谢今天大家接受我的邀请，一起来爬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好诶，晚安。那我们就各自去收台吧。等一下，陈火蛇的频道 not found 我的观众有去搜寻陈火蛇，好像没有看到陈火蛇的频道呢。怎么可能？我被排挤了吗？我们宝箱怪火蛇吗？哦，对，可能打宝箱怪火蛇可能会找得到。好诶，请大家订阅大家，谢谢大家请订阅我们的好伙伴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各自关台吧。好，
好 OK 我的那个到这个好，好，那我就现在关掉这里。好，好诶、好，那感谢大家今天来。拍摄啊，今天因为是那个就是多人一起玩电动，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跟每个人打到招呼。对，不过还是大家要来讲一下晚安。来，现在还出现在这里的，我们就来说个晚安好了。哇，那刚刚玩太嗨了，一直都在笑，根本就不记得哪些人有打过招呼。但总之，伊藤晚安，然后阿玲晚安，这早安。虽然你才刚睡醒，但是是的，我们好像今天也差不多到这里了。然后猫猫可爱晚安，还有阿酸晚安，对，还有我们的初见呢，你好啊，看一下我应该怎么称呼你。我可以叫你熬夜吗？熬夜晚安啊。还有我们的还活着吗？好，对，好，那还有人要说晚安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啦。时间晚，大家可以睡觉哦。我们又有新朋友是吗？我应该叫你右叉吗？右叉晚安，欢迎你来，欢迎。然后对，刚刚宣传也有说到，就是明天晚上8点我们会 call out 给 Made in Taiwan， 然后就是会和他聊聊，会和他们聊聊。就是怎么用台语搞笑，对，向他们请教一下。那大家明天有想要看的话，可以来看哦。那我们今天有新朋友，对，你们是从另外3位朋友那边来的吗？欢迎你们来。那我平常的台就是会讲台语比较多一点的关系，会今天的网络和出兵啊，平常做的一些企划跟台语会比较有关系，所以如果喜欢听台语的直播内容的话，就可以常来看我啊。对，对，然后明天的那个闹可怜 Now Calling 应该也是会以全台语进行哦，所以如果有喜欢听用全台语访谈，再用台语搞笑的人的话，请明天记得要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明天晚上8点见咯。对，那再次感谢各位来看我，就是跟新朋友一起玩游戏。是的，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先跟大家说再见啦。那我们明天见。虽然1点到位，好，明仔载一定爱来哈。安尼我就通来休困啊，看起来敢要食宵夜，爬山足忝的哦，使来食宵夜啊。安尼我看卖要来飞去倒位哈？要飞去倒位？会当飞去倒位？会当飞去倒位？有人咧唱歌呢，咱去听人唱歌好啊。来，大家晚安，再会，拜拜，拜拜。再会啦哈。嘛唱做个，唱做这歌呢，毋知是安怎。